準備緊 HYROX 嘅朋友仔咧，其實最常見嘅其中一個痛症咧就係膊頭痛啦。唔觀翻我哋 HYROX 入邊8個動作，其中以第一個 skiing 啦，同埋最後一個波窩咧，對我哋嘅膊頭關節咧負荷係比較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兩個動作咧都要重複地做一啲高爆發性嘅動作，咁容易會導致我哋嘅膊頭有勞損。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呢兩個動作咧需要好多我哋膊頭舉高過頭嘅一啲幅度啦。咁其實咧呢啲幅度就會對我哋嘅膊頭有一定嘅要求啦，對柔軟度唔係咁好嘅朋友咧負荷就更加大。咁今日我哋咧介紹兩個動作俾大家可以自我檢查一下個膊頭嘅情況。第一個動作咧就係大家伸直手，然之後盡量將手向前舉高，睇下膊頭去到最高點嘅時候會唔會有任何僵硬或者疼痛。第二個動作咧就係快速地做10下嘅 shoulder press。男士我哋建議單手手持6公斤嘅啞鈴，女士嘅話就單手手持4公斤嘅啞鈴，去睇下做嘅時候有冇任何不適。假如做呢兩個動作，大家嘅膊頭已經有任何僵硬或者唔舒服嘅話咧，咁建議大家盡快揾翻專業嘅人士咧去幫大家檢查一下，並且開始翻一啲針對性嘅訓練啦，或者係啲拉筋，去令到個膊頭咧冇咁多唔舒服。咁假如大家對以上嘅資訊有任何查詢嘅話咧，都可以隨時 DM 我哋。